1949年咧，有好多新移民嚟到香港，亦都包括咗信義神學院裏邊咧有一啲嘅師生啦、職員啦，佢哋好希望喺當中咧可以服侍到當時好多嚟到香港嘅新移民。於是咧就喺1950年嘅1月1號，咁由當時嘅中華信義會嘅監督彭福牧師就帶領喺世界信義宗嘅辦事處嘅餐廳就舉行咗咧第一次崇拜。咁之後因為參加嘅人咧越嚟越多啦，我哋除咗使用呢個地方之外咧，仲借用咗尖沙咀嘅聖安德烈堂同埋佐敦嘅佑寧堂。咁之後咧，我哋改咗名咧，就叫做國語聯合禮拜堂。咁去到1961年咧，我哋就開始舉行咗我哋嘅奠基禮啦。去到62年嘅4月24號，就係我哋新堂正式嘅啟用。當時咧，我哋就改咗名啦，我哋就叫做信義會真理堂啦。真理堂咧係由一個英國嘅建築師金銘所設計嘅。佢嘅設計咧通常會用唔對稱嘅形狀咧將佢擺埋一齊，同埋咧佢啲窗口咧通常都會用啲波浪形態咧去表達出嚟。前面咧有一個圓形嘅彩色玻璃，呢個代表船頭嘅位置。相反背後咧喺個花園度望入嚟咧，你見到彩色玻璃嘅頂咧有一個船舵嘅，即係代表咗咧係船尾嚟嘅。咁彰顯咗咧呢個船方舟嘅一個形象同埋一個格局。咁真理堂你入到嚟之後咧，都有一個特別嘅地方。我哋從個禮堂嘅頂部咧，我哋見到有船底嗰啲龍骨，即係代表咧方舟上咗岸，調轉覆蓋咗，代表上帝嘅恩典咧已經臨到。所以每個人進入嚟方舟，即係已經進入上帝嘅恩典、上帝嘅保護中間。彩色玻璃嗰個結構咧，其實就係講緊即係雅閣天梯，有藍色、白色呢個代表即係天空，綠色代表呢個大地。中間咧仲有啲少少嘅紅色，紅色咧代表耶穌基督嘅寶血。喺呢個彩色玻璃背後咧，仲有一個顏色咧，我哋就咁睇唔到噶。因為我相信上帝嘅榮耀唔係喺人體嚟成功嘅事上，上帝嘅榮耀啦喺耶穌基督十字架受苦嘅背後，所以有幾塊金色嘅玻璃咧就隱藏咗喺十字架嘅背後。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十架神學。油麻地係一個有特色嘅地方，我哋係一個富裕嘅社群當中，同埋一個基層嘅社群一個交界點。我哋好希望我哋真係一個燈台，我哋為主作光，我哋可以光照黑暗嘅地方，光照黑暗嘅人心。特別啦喺今日一個風雨飄搖嘅世代，一個生活艱難嘅時代，人嚟到可以知道，原來上主係可以為佢哋遮風擋雨，可以喺上主嘅翅膀蔭下得到呢份保護，更加知道原來上主係可以親近嘅。我哋希望呢個方舟能夠承載更多被拯救嘅人喺呢度領受上主嘅大恩，身體心靈可以有一個休息，行出去嘅時候咧，有神俾佢充滿嘅力量，可以咧面對生活裏邊各種嘅挑戰。以至到將來，我哋希望呢個地方係一個為神可以做更大見證嘅一個地方。